好多人都唔知，香港金融最致命嘅危機，從來都唔係1998年對沖基金明目張膽嘅追擊，而係一場冇對手、冇硝煙、日日默默蠶食香港資產嘅隱形金融消耗戰。今日我哋徹底拆解運行40幾年嘅港元聯繫匯率，點解昔日穩如泰山，而家不斷出現雙向震盪、資金流走、匯率反覆拉鋸，呢個隱藏幾十年嘅制度漏洞，正在悄悄影響每一個香港人嘅樓市、月供同埋你手上所有港元資產。喺全球金融市場嘅發展歷史入面，香港嘅聯繫匯率制度絕對係最經典、最特殊嘅貨幣體系樣板。由1983年創立至今，呢一套運行超過40年嘅機制，成功頂住過亞洲金融風暴、環球金融海嘯、多次美聯儲加息減息週期。無論外圍市場幾動盪，港元匯率都可以保持大體穩定，不單止撐起香港金融體系嘅根基，更加係國際資金願意長期信靠香港、落香港嘅最大底氣。但係絕大部分人只見到佢穩陣嘅一面，完全睇唔到呢套制度與生俱來嘅結構性缺陷。隨住近年全球資金流動速度爆炸式提升，中港跨境資金格局徹底改寫，美國同內地貨幣政策持續錯位，昔日固若金湯嘅聯繫匯率漏洞越嚟越明顯。要最直觀看懂呢個深層變局，我哋只需要對比兩場相隔18年嘅金融波動。1998年有明確敵人、有針對性追擊嘅顯性金融大戰，同埋2015至2016年無人操盤、無人造勢、全自動發生嘅隱形貨幣壓力潮。兩場風波表象相似，結局相似，但底層邏輯完全唔同，亦都精準揭穿咗聯繫匯率由設計之初就帶住嘅時代局限。1998年嘅香港金融保衛戰喺全球金融史上最經典、最值得反覆研究嘅攻防戰，時至今日依然係世界各地金融院校嘅必修案例。90年代嘅亞洲新興市場普遍存在匯率虛高、外債過重、金融監管寬鬆嘅問題，國際對沖基金就捉住呢個漏洞，由泰國泰銖、馬來西亞林吉特、印尼盾一路追擊，橫掃成個東南亞，掀起轟動全球嘅亞洲金融風暴。去到1998年8月，量子基金、老虎基金呢兩間當時頂級嘅對沖基金聯手出資，連同海外投行、國際游資形成合圍，將終極目標鎖定香港，意圖一舉打崩港元匯率，擊穿香港金融防線，複製東南亞各國嘅崩盤走勢。當年國際炒家嘅操作，完全係教科書級別嘅雙邊做空，精準拿捏晒香港金融市場同聯繫匯率嘅所有規則。一方面，對沖基金喺香港銀行同業市場大手借入港元，隨即喺外匯市場集中拋售，將港元兌換成美元，持續打壓港元匯價。另一方面，同步大手筆沽空恒生指數期貨，提前賭港股大跌。呢一套雙面夾擊嘅玩法，核心就係利用聯繫匯率嘅自動調節機制，製造市場恐慌。按照年匯規則，一旦港元匯率走弱，貼近7.85弱方兌換底線，金管局必須主動收緊市場，港元流動性扯高，銀行同業拆息，用抬高做空成本嘅方式守住匯率。但拆息飆升，必然會抽乾股市流動性，壓垮港股，國際炒家就可以喺股指、期貨市場穩穩獲利，完成一套完美嘅雙向套利閉環。戰役最白熱化嘅階段，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一日之內飆升至30厘嘅極端高位，市場流動性瞬間乾涸，港股出現斷崖式暴跌，成個香港金融體系隨時面臨崩盤。面對國際資本嘅精準圍剿，港府放棄咗以往被動防守嘅做法，主動入市干預。亦都係香港近代史上極少數政府直接出手托市入市買股托匯嘅關鍵時刻。特區政府調動巨額外匯基金同土地儲備基金，持續入市吸納港股核心成分股，承接市場所有拋售嘅港元，死頂國際游資嘅連環衝擊。經過幾十日嘅激烈攻防，港府最終成功擊退對沖基金，守住港元匯率同香港金融體系，但代價極其沉重。打完呢場仗之後，政府直接持有全港大量新增輯嘅股市總市值，成為多間藍籌上市公司嘅主要股東。呢場勝利絕對唔係輕鬆完勝，而係一場代價極大、險死還生嘅慘勝。去到1998年11月之後，港府透過盈富基金等公募渠道，將手上持股有序回流市場，逐步退市，先至徹底結束呢場史詩級金融攻防戰。回望呢一場戰役，博弈雙方清清楚楚。進攻嘅係量子基金、老虎基金等國際對沖大鱷，防守嘅係香港政府同金管局，對手清晰、邏輯明朗，勝負分明。但時間去到2015至2016年，香港港元市場出現咗同1998年
極度相似嘅畫面，匯率持續受壓，市場流動性收緊，資金不停流出。表面睇幾乎複刻當年金融危機，但本質邏輯已經徹底逆轉。呢一次市場冇任何知名對沖基金高調追擊港元，冇明確操盤手，冇集中做空攻勢，全網揾唔到任何針對港元嘅做空部署。但港元匯率就係一路貼近85弱方兌換線，資金靜悄悄，持續不斷咁流出香港，迫使金管局頻頻出手干預次數同力度，創下聯匯制度運行40幾年以嚟嘅罕見紀錄。呢一種冇敵人、冇操盤、冇造勢、全自動受壓嘅市場狀態，正正就係香港聯繫匯率最隱蔽、最致命嘅設計漏洞，亦都係佢同傳統金融追擊最大嘅分別。要徹底讀懂呢場隱形危機，必須先吃透港元聯繫匯率嘅底層運行邏輯。1983年，當時香港匯率混亂，金融動盪，幣值極唔穩定，政府為咗穩住金融大局，正式推行貨幣發行局制度，亦即我哋而家講嘅聯繫匯率制度。呢套機制嘅核心設計看似簡單，卻穩穩支撐香港40幾年金融穩定制度。明確規定，港元同美元固定掛鈎匯率浮動區間，嚴格鎖定喺7.75至85之間。1美元兌換港元嘅數目，永遠限制喺呢個狹窄區間，唔會自由大幅波動。為咗保障匯率絕對穩定，制度設置咗雙向自動調節嘅匯率閘口，擁有全自動周錯功能，好似為香港金融大廈裝咗一套全天候運作、自動警戒嘅智能保安系統。我哋拆解呢套自動運作機制，當市場港元需求旺盛，匯率走強，觸及7.75強方兌換保證線，金管局係主動向市場拋售港元買入美元，為市場注入流動性，壓抑港元過度升值。相反，當上港元泛濫，匯率走弱，觸及7.85方兌換榜身，金管局就係去反向操作，拋售美元買入港元，收回市場多餘嘅港元流動性，扯高港元拆借利息，增加做空港元嘅成本，阻止資金外流同匯率貶值。40幾年以嚟，呢一套雙向自動調節系統成功抵禦過亞洲金融風暴、環球次貸危機、歐債危機等多次全球金融災難，憑借匯率穩定、規則透明、高度可預期嘅優勢，成為香港金融最實心嘅信用資產，亦都係國際資本敢放心長期佈局香港嘅最大原因。但係大家要明白，呢套制度嘅底層設計建立喺2個40年前嘅市場前提之上。第一，全球資金流動速度慢、規模細、節奏可控。第二，香港同美國嘅貨幣政策利率環境差距唔大，市場套利空間有限。喺1983年制度落地之後嘅前30年，全球跨境資金流轉效率偏低，一筆大額資金跨國調動往往需要幾日時間，資金流動節奏完全跟得上金管局嘅調節速度。呢套機制幾乎零故障運行，但踏入2010年之後，全球金融全面數碼化、電子化，跨境資金可以透過電子交易系統喺幾秒之內調動幾十億美金嘅資金穿梭各國市場。而家資金嘅流動速度、規模、頻率早已遠遠超出40年前制度設計者嘅預估，亦都為今日嘅制度失靈持續受壓埋下咗最大隱患。2015年呢一場隱形貨幣壓力潮正式拉開序幕。而最初嘅信號同1998年嘅貶值危機完全相反，今次係港元過度升值。2015年受晚年全球資本市場大洗牌，一方面美國經濟慢慢走出次貸危機陰影，就係歐盟接受淨貨幣政策，推行貨幣增程化，微潤資產私人利大廢請。另一方面，呢啲嘅資本市場持續對外開放，好港通等跨境渠道全面打通，大量內地資金透過南向通道瘋狂湧入香港。兩股龐大資金同時湧入，令港元需求暴增，匯率持續走強，頻頻觸碰7.75強方兌換保證線。淨係2015年2月上旬，短短幾日，港元就4次觸發強方兌換。金管局為咗平衡匯率，累計向市場拋售465.39億港元，釋放巨量流動性。成個強方干預週期入面，近一吞300億港元資金流入香港銀行體系，令市場流動性瞬間變得極度泛濫。表面睇資金大舉流入係市場看好香港，對香港金融體系充滿信心嘅良性信號，但正正就係呢一份過剩嘅流動性，成為後續港元持續受壓、資金不斷外流嘅根本導火索。市場流動性泛濫，直接導致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持續走低，美港兩地利差不斷擴大，形成長期穩定嘅正向套利空間。而美港息差就係跨境套利交易嘅核心動力，亦都係聯匯制度自我修復、自我平衡嘅關鍵機制。按照正常市場邏輯，
當港元流動性過剩，利息偏低，而美元利息偏高，交易員自然會將港元兌換美元賺取息差利潤。呢個換匯過程會自然收回市場港元，推高港元利息，最終消除套利空間，令市場回歸均衡。呢個就係制度原本嘅自我修復邏輯。但2015年嘅特殊市場環境徹底令呢套修復機制失效。2015年年尾，美聯儲完成次貸危機之後嘅第3次加息，將聯邦基金利率上調至3.5厘至3.75厘區間，美元利率穩步向上，美港息差進一步拉大。去到2016年初，美聯儲繼續維持鷹派緊縮態度，利率不變之餘，刪除咗政策聲明入面所有寬鬆前瞻指引，釋放強硬緊縮信號，即歐元喺照生效。2022年2月採達蘭搶措施曾預測，反觀香港市場流動性依然指導從低位，連續5個月殺醒，美港套利空間完全打開，並且長期存在無法收窄。呢度出現咗一個好詭異嘅市場悖論。按照制度設計，只要有套利交易出現，資金流出就會收緊港元流動性，扯高港元利息，最終令套利無利可圖。但2015至2016年嘅香港，南向資金帶嚟嘅流動性實在太過龐大，就算海量資金持續兌換美元流出，市場港元流動性依然足夠充裕，利息永遠上唔去，套利空間永久存在。更加關鍵嘅係，呢一場資金外流，港元受壓，根本唔需要任何對沖基金操盤，唔需要大戶造勢，唔存在任何金融陰謀。全球數以萬計嘅普通交易員、量化基金，只需要對着電腦按幾個掣就可以穩賺無風險息差。無數個人嘅理性獨立操作，最終匯聚成一股龐大、持續無差別嘅資金外流浪，默默碾壓住成個港元體系。由2015年6月下旬開始，釋定六喊到換息樓失調後，港元虛呢此出係一套有長方交位喐方底線。2015年6月喺6月，金管局速速喐方干預，拋售9.42美元，買入1.42港元。呢一次干預直接令香港銀行體系總結餘跌至入定64.1億港元，創下2013年5月之後嘅最低紀錄。短短一個星期之後，金管局再度出手拋售25.5億美元，回籠20.02億港元，銀行流動性進一步收縮至144.2億港元。由呢一刻開始，弱方干預閘門徹底打開，從此冇停過。2012年6月到8月，短短2個月，就係弱方兌換保證已經被觸發72次。金管局6字口問111就早得5億港元，拋售過千億美金外匯儲備銀行體系總結餘有較為大幅回落至544億港元，係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嘅最低水平。如果用通俗嘅比喻，香港貨幣體系就像一棟40年樓齡嘅金融大廈，自帶自動閘口保安系統。過去幾十年只係偶爾微調，從未高頻運作。但2015年呢2個月，閘口被迫緊急啟停72次。呢種超高頻率承壓係聯匯制度創立以嚟前所未有嘅極限狀態。呢一次波動最特別嘅地方係雙向循環震盪，亦都係同1998年單向危機最大嘅分別。1998年嘅金融大戰係單一外部做空攻擊，壓力方向固定，博弈邏輯簡單。但2015至2016年嘅市場係雙向反覆極端行情，港元先走強速，強方再走弱速弱方，短短數週之內完成雙向反轉，形成先鬆後緊再緊再鬆嘅循環怪圈。2015年8月中旬之後，南向資金再度入市，市場情緒回暖，港元短暫企穩，暫時離開弱方壓力區。但呢個只係短暫喘息，絕非危機結束。呢種雙向高頻波動徹底暴露咗聯匯制度嘅核心結構性 bug。制度嘅自我調節速度完全追唔上數碼時代嘅資本流動速度。40年前設計嘅自動調節機制，適配嘅係慢速低頻、可預測嘅傳統資金流轉。而家全球資金係極速、高頻、海量瞬時流動，兩者出現咗無法彌補嘅速度落差。就好似大廈保安閘口原本設計俾人行，而家日日有跑車極速穿梭，閘口收緊速度永遠滯後於資金流動速度。就算系統全力運作，都擋唔住持續嘅資金外流，制度自我修復功能徹底失靈。好多人都會問，同樣係掛鈎美元，點解沙特、阿聯酋等中東國家嘅聯繫匯率可以長期穩定，唯獨香港持續出現結構性壓力？答案就喺制度取捨同市場結構嘅差異。全球掛鈎美元嘅固定匯率經濟體主要分2類。一類係中東資源國家，靠穩定石油美元收入，資金結構簡單，市場波動細；另一類係新加坡嘅一籃子貨幣掛鈎模式，
唔單一綁定美元，對標多個貿易夥伴貨幣，仲有不公開浮動區間調節靈活，可以緩衝單一貨幣嘅政策衝擊。而香港選擇嘅係全球最透明、最死板、最嚴謹嘅貨幣發行局制度，優勢好明顯，100%美元儲備背書規則公開透明，國際信用極高，全球認可度最強，亦都係香港可以坐穩全球頂級金融中心嘅核心底牌。但代價都好沉重，香港徹底放棄貨幣政策自主權，利率走勢必須被動跟隨美聯儲，完全唔可以根據本地經濟、樓市、股市流動性狀況自主調節。一旦美國同香港經濟周期錯位，貨幣政策背離，結構性壓力就會持續累積，完全冇辦法用政策對沖化解。2016年美聯儲新任主席上台之後嘅政策操作，進一步放大咗香港嘅制度短板。2016年6月，新任聯儲主席召開首次貨幣政策會議，維持3.5厘至3.75厘利率不變，但徹底刪除晒所有前瞻指引，放棄過往溫和透明嘅溝通方式，改用強硬模糊嘅表態，令全球市場完全估唔到美國未來加息減息節奏。對香港嚟講，原本可以預判、可以對沖嘅外部風險，瞬間變成完全不可控嘅隨機變量，制度被動受壓嘅問題進一步惡化，政策不確定性疊加香港過剩嘅市場流動性，令做空港元嘅成本近乎歸零。2016年6月，港元匯率跌至7.839，係2015年8月以嚟最弱水平。與同時香港銀行同業拆息貼近零交易員做空港元兌換美元幾乎零成本，無風險套利空間全面敞開，唔需要大戶操盤，唔需要機構造勢，無數普通交易員嘅自發操作就形成咗碾壓市場嘅持續資金外流。呢一場冇敵人、冇硝煙、冇終點嘅消耗戰，遠比1998年針對性嘅金融追擊更加難應對，因為你揾唔到對手，揾唔到突破口，永遠唔知幾時完結。更加值得警惕嘅係，呢場隱形危機絕對唔係單純金融技術問題，而係地緣資金格局、跨境資本流動、貨幣制度錯位、三重疊加嘅深層矛盾。其中最容易被忽略嘅關鍵就係內地南向資金嘅結構性流入，內地資本帳戶長期有序管制，人民幣唔可以自由兌換，唔可以直接順暢投向海外美元資產，而港元100%掛鈎美元嘅特性，令香港天然成為內地人民幣資產轉換為美元資產嘅唯一核心中轉樞紐。海量內地資金為咗資產保值、全球配置、分散單一貨幣風險，長期透過香港完成換匯同資產切換，令香港貨幣體系長期承受遠超設計預期嘅中轉壓力。呢種壓力唔係短期投機熱錢衝擊，而係長期持續超大體量嘅結構性資金流動，早已超出40年前聯匯制度嘅設計負荷，亦都令香港金融體系既要應對國際資本嘅短期套利波動，又要承接內地跨境資金嘅常態化流轉，雙重壓力疊加，令原本容錯率極低嘅聯匯制度長期超負荷運作。好多普通市民、散戶投資者以為匯率波動、資金流動、制度漏洞都係金融大戶專業圈層嘅遊戲，同自己嘅生活資產完全無關。但事實恰恰相反，呢套制度嘅每一次結構性波動，最終都會精準傳導到每一個香港家庭、每一個供樓人士、每一個持有港元資產嘅人身上。香港樓市同股市嘅資金定價完全錨定銀行同業拆息，而香港超過90%嘅私人按揭、商業貸款都係直接跟拆息浮動嘅產品。換句話講，金管局每一次為咗守住匯率而出手干預收緊或者釋放流動性，都會直接改變市場利息水平，直接影響你嘅月供融資成本、樓價同股價。市場流動性寬鬆，拆息走低，你嘅房貸月供就會減輕，樓市股市回暖。一旦金管局為咗互匯被動收緊流動性，拆息飆升，你嘅月供即刻上漲，樓市成交降溫，股市承壓，所有人嘅資產價值同生活成本都會隨之波動。2015至2016年嘅雙向流動性震盪，令香港資金成本陷入時鬆時緊、反覆拉扯嘅死循環，市場完全無法形成穩定嘅利率預期同資產定價預期。無論係樓市投資者、股市交易者，抑或係普通供樓市民，都只能被動承受制度波動帶嚟嘅風險。1998年嘅危機係人人都睇得見嘅外部戰爭，知對手、知風險、知尾聲。而家呢場隱形消耗戰，冇對手、冇硝煙、冇終結，但每一個持有港元、背負港元負債嘅人都不知不覺成為咗博弈嘅參與者，默默承受資產波動嘅代價。市面好多簡單嘅觀點認為，香港外匯儲備全球名列前茅，金管局實力雄厚，
無限次互匯都冇問題，聯匯制度絕對安全。但呢種講法只睇到表面防禦力，完全忽略咗核心成本問題。金管局的確有足夠外匯儲備，守住7.75至7.85嘅匯率區間，絕對有能力互匯。但每一次干預都會產生不可逆嘅副作用，收緊流動性會壓制資產市場，抬高民生成本；釋放流動性又會重新打開套利缺口，令資金外流捲土重來。呢已經唔係一次性嘅攻防戰役，而係一場無休止嘅循環消耗戰。1998年係一仗定輸贏，打完就完結。而2015年之後嘅市場波動係常態化反覆消耗，持續累積政策成本、市場成本、民生成本，長期落嚟嘅隱患遠比單次金融危機更加恐怖。政策制定者日日都要兩難抉擇，係堅守制度穩定承受波動代價，抑或放任波動，毀掉40年建立嘅金融信用。呢種長期拉扯先係香港金融真正嘅隱形風險。市場一直有人提議，不如將港元掛鈎美元改為掛鈎人民幣，擺脫美聯儲政策束縛，一勞永逸解決美港政策錯位問題。但深入拆解就會發現，呢個方案只係簡單置換風險，完全解決唔到結構性矛盾。港元掛鈎美元嘅核心價值係美元係全球最自由、最通用、認可度最高嘅國際儲備貨幣，支撐住香港自由開放嘅國際化金融地位。而人民幣目前仍有資本帳戶管制，未完全自由兌換。如果港元轉掛鈎人民幣，香港將失去全球金融樞紐嘅核心優勢，只係將跟隨美國波動嘅風險換成綁定內地貨幣體系嘅新約束。單一掛鈎嘅制度短板依然存在。真正可以緩解香港金融壓力、優化聯匯生態嘅出路，唔係放棄舊制度，而係香港近年悄悄落地嘅兩大金融新支建，亦都係大部分分析忽略嘅長期核心變量。繼年02年6月嘅歐盟正式生效，2021約跨境數碼貨幣投結平台係ENA，香港正關注呢一跨境數碼貨幣平台率先應驗翻按數一唔開強行，並全球主流央行紛紛加入，由國際清算銀行統籌協調，打造全新嘅跨境結算通道。雖然平台2021年先正式擴容，但早期測試喺2016年已經初具規模。截至2016年6月，在歐盟正式生效。2022年2月，嚟自草擬資金可以明必月先開起月，並且持續高速增長。與此同時，2016年4月，香港發出首批穩定幣營運牌照，匯豐渣打兩大百年發鈔銀行成功獲批，由傳統港元發鈔機構升級為新型數字金融基建運營主體。呢兩大新資金嘅意義絕對唔係取代聯繫匯率，而係分流傳統美元結算通道嘅龐大壓力，減輕香港貨幣體系嘅中轉負荷。過往所有跨境資金流轉、內地資金出海、國際資金入境，全部要經港元美元通道，令傳統體系長期超負荷。而新型數碼貨幣同穩定幣結算可以分流大量中轉資金，舒緩聯匯制度壓力，延長舊制度嘅生命週期，亦都意味着而家香港金融正處於新舊體系交替嘅關鍵過渡期。一邊係運行40年成熟穩定，但滯後於時代嘅傳統聯匯制度，守住金融基本盤；另一邊係全新數碼金融基建，逐步重構香港跨境樞紐功能。過渡期嘅體系摩擦、資金錯位、政策衝突，就係近年港元雙向波動、市場持續受壓嘅根本原因。而呢種反覆震盪將會成為未來幾年香港金融市場嘅新常態。從個人理財同資產配置角度，呢一場長期制度變局都為我哋帶嚟清晰嘅部署思路。第一，持有港元按揭、港元負債嘅朋友，未來12個月拆息波動會大幅加劇，月供震盪會更加明顯，一定要預留充足現金流緩衝，避免利息急升導致壓力爆煲，切勿過度槓桿。第二，持有大額港元資產嘅投資者唔使恐慌性沽售港元，但必須做好資產分散，透過多幣種多品類配置，對沖單一貨幣體系波動帶嚟嘅貶值風險。第三，長期重點跟蹤兩大核心指標，跨境數碼金融基建嘅商業化進度係舒緩制度壓力嘅根本變量。美聯儲政策節奏同前瞻指引變化，呢係短期影響港元走勢嘅最大外部因素。回望40幾年發展，聯繫匯率制度成就咗香港嘅金融傳奇，令香港一次次喺全球金融風暴中站穩陣腳，穩居全球頂級金融中心之列。但時代進步，資本迭代格局重構，40年前嘅制度設計早已追唔上今日極速變化嘅全球金融環境。1998年嘅硬仗，我哋看得見敵人守得住防線。而家呢場隱形消耗戰，冇硝煙、冇對手、冇終點，
卻日日考驗住香港金融嘅韌性同未來。未來數年港元高頻雙向波動，流動性反覆鬆緊，資金常態化進出一定會成為市場常態。與其被動承受波動跟風焦慮，不如主動讀懂制度底層邏輯，看透金融變局，掌握資產走勢。如果你覺得呢篇深度粵語分析幫你拆解清楚咗港元危機、聯匯漏洞同未來趨勢，記得點讚訂閱我嘅頻道，開啟小鈴鐺，多多喺評論區留言分享你嘅睇法，一齊傾下港元資產、香港樓市、股市未來走勢。後續我會持續更新粵語深度金融分析。菜仔全草煎用果煮，可必知道邊煮？普通人使用資產配置自籌，但呢別係煎用形成分神，把握新一輪市場機遇。